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雲林口湖鄉的富安宮，主要是拜5年千歲、4千歲。6月14到22日舉辦100年頭一屆的祀王大醮，其中送王船的儀式，喺昨早起展開，明仔載18號要喺寶仔寮迎接王爺。口湖富安宮發誓5年千歲、4千歲，在咧進香的時陣，廟方就受到千歲指示，要來舉辦祀王大醮。其中送王船儀式嘛，在咧昨正式起過，信眾嘛恭送千歲休天河護台灣。我們現在的地方是送王船的地方，到時候農曆5月初4，我們就是在這裡接王。這邊祀王大醮的儀式真特別，經過4千歲指示，昨先送王船出海休天河，明仔載下晡3點，在咧寶仔寮漁港共迎千歲，下擱轉來口湖出巡，祝福鄉親。有舉辦這個祀王大醮，公營倒轉來，要來辦一個慶功宴的概念。共迎千歲出巡口湖之歌，賣用慶功宴的方式來宴請眾神。6月2日下晡2點，普渡活動就會正式開香，時到邀請信眾同齊來參加100年活動。